喂喂喂，呢度係文哥聊天室，過嚟傾下偈，吹下水，乜嘢都嚟噏一餐。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傾傾一位投資界傳奇人物股神巴菲特。巴菲特喺呢幾十年能夠每年穩定獲利，成為全球投資者嘅學習榜樣。無論市場大跌，甚至乎崩盤，巴菲特嘅投資策略唔單止令佢避開損失，甚至乎可以從中獲利，賺取一筆。今日我同你分享一下巴菲特嘅5個忠告，等大家喺投資波動嘅市況都能夠保持冷靜，唔會手足無措。首先，巴菲特經常強調現金係你重要嘅防守工具，尤其係市場大跌嘅時候，因為當市場突然出現機會，例如優質公司嘅股價突然大幅下跌，如果你冇現金，就只能夠眼白白睇住機會流走。所以巴菲特通常係市場高位嘅時候，會開始逐步減持股票，將資金轉去短期債券或者直接持有現金。咁樣做嘅好處，第一，可以令資金靈活性提高；第二，短期債券可以幫你賺返少少利息。當市場出現大跌嘅時候，就可以即時出手，逢低吸納優質公司股份。所以現金喺巴菲特眼中唔單止係防守工具，更係一種進攻武器。第二個忠告，留意穩健公司進行投資。巴菲特從來唔會追逐高風險、高增長嘅股票，因為呢啲股票雖然喺市場好嘅時候升得快，但一旦經濟衰退，佢哋會跌得更加快，甚至可能會血本無歸。相反，巴菲特會專注投資穩健嘅行業，特別係民生必需品公司，例如食品、飲品、日用品等。因為無論經濟點樣波動，大家都要食飯、用日用品，而呢啲公司嘅業務，就算喺經濟衰退時期，都唔會受到太大影響。所以，投資穩健嘅公司喺市場波動嘅市況，唔單止可以保護你嘅本金，仲令你更加安心持有。巴菲特成日講，市場波動係正常，但你需要有自己嘅計劃，而且長期堅守。巴菲特唔會因為市場大跌而恐慌拋售股票，同時唔會因為市場大升而見高就追。佢嘅理念係，無論市場點樣波動，都應該跟住自己嘅計劃行事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你用定期定額嘅投資方法，市場大跌嘅時候，你應該要繼續每月存入款項，而唔係驚到立即停手。因為喺股市低位時候買入，其實等於用折扣價購買資產。長遠嚟講，呢種紀律性嘅投資方式可以幫你得到更高嘅回報。巴菲特曾經講過，市場波動係理所當然嘅，但真正嘅挑戰係你可唔可以控制自己嘅情緒，堅持執行你嘅投資計劃。喺經濟唔好嘅時候，有啲人會將所有資金放喺銀行定期存款，甚至直接揸住現金，因為佢哋覺得咁樣係最安全。不過，巴菲特認為呢種做法只係表面安全，長期嚟講只會令你嘅身家縮水，因為現金喺通脹環境會逐漸貶值，而銀行定期存款嘅利息通常都追唔上通脹，長遠嚟講，資產根本冇辦法持續增長。巴菲特實際操作係先將部分資金分配喺短期債券，適當嘅時候將資金重返股票市場，因為巴菲特深信股票先至係一種長期增長嘅資產。佢成日話，如果你唔願意揸住一隻股票10年，就唔好揸隻股票10分鐘。所以唔好因為害怕而錯過增長嘅機會。記住，股票係長期創造財富嘅最佳工具。最後，巴菲特最重要嘅一個忠告就係保持長遠嘅眼光。巴菲特用歷史數據話俾大家聽，股市雖然會有短期下跌，甚至崩盤，但係長期嚟講，市場一定係向上。例如1930年代嘅大蕭條、2008年嘅金融海嘯，甚至2020年嘅新冠疫情股災，嗰陣時嘅市場都跌到好似世界末日咁，但最終都會復甦，甚至乎再創新高。喺市場大跌嘅時候，最唔應該做嘅就係驚惶失措。巴菲特會趁住股市下跌，逢低買入優質公司股票，因為佢知道股市最終一定會回升。佢有句名言：別人恐懼時我貪婪，別人貪婪時我恐懼。呢句話正正講出點樣喺市場低迷嘅時候保持冷靜，同時好好把握機會。
好啦，又到咗片尾。如果鍾意今集內容，記住按 like 支持下，順手分享出去。仲未 follow 我哋 channel 嘅兄弟姊妹，快啲訂閱同埋按個鐘仔。你哋每個支持都係我繼續拍片嘅動力。下次再同大家吹水，拜拜。